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指挥官陈时中证实讲，昨下晡已经甲辉瑞签约，专家会议嘛通过讲辉瑞儿童疫苗的 EUA 紧急使用授权咯。过来5岁到11岁儿童会当住，咱即届是买220万剂的辉瑞儿童疫苗，180万剂大人的疫苗，5月中有一部分会先送来台湾。本土疫情大爆发，教育部统计全国学生确诊人数，这一年来已经有8363人，过去国小学生2893人上济。为防止12岁以下囡仔染疫，过来除了通过6岁到11岁囡仔用注半剂的莫德纳疫苗以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白暗时宣布好消息，已经完成辉瑞变体的囡仔疫苗签约。我们今天跟辉瑞、跟 BNT、跟上海复星，这2个合约都已经签订了，因为合约已经定了，对，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准备要出厂的作业，是预计5月中，不过这个要等排程跟那个航班确定了才敢去确定。按送买400万剂辉瑞变体疫苗，包含囡仔疫苗220万剂，加大人疫苗180万剂，相近5月中就会到货。囡仔220万剂变体应提供110万名囡仔注2剂，变体囡仔疫苗 EUA 审查也伫自备通过紧急使用授权。有关未少家长烦恼，囡仔注了后轻要副作用，医师表示2种拢是 mRNA 疫苗，无伤过大差别，会发烧、自的部位红肿等。国外临床资料显示，5岁到11岁囡仔注新冠疫苗，得到心肌炎、心包膜炎的几率比12岁到18岁青少年较低。在确诊人数抢真悬的情形之下，做疫苗是不是好处较济？家长应思考一下。小孩子是比较不懂卫生的族群，小孩子的疫苗也是群体免疫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打疫苗，你回去也会传染给家里老的、大的人。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数据还不够，现在只有10%几嘛，在那个年轻的族群是这样。那你要很多的数据才能看到1例2例的新界，也没有错。从这个免疫学的立场来讲，它是属于比较不会免疫力那么强的，比较不会产生心肌炎的这个问题。根据 EUA 审查结果，变体囡仔疫苗每剂0.2毫升注2剂，2剂至少隔12礼拜以上。过来6岁到11岁囡仔差不多110万人。除了莫德纳疫苗69岁变体囡仔疫苗也买到，相近5月中以后到2种疫苗应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莫德纳公司昨向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申请6岁以下6个月以上儿童疫苗的紧急授权，若属通过的话，是目前唯一幼囡仔会当注的疫苗。A little pinch and then it's over. Gonna do great, honey. 1, 2, 3. All done. 美国先驱公司莫德纳自备成员已经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6个月以上到6岁以下囡仔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在美国，目前5岁到11岁囡仔唯一应选择是辉瑞囡仔疫苗，5岁以下差不多1800万的囡仔无疫苗通注。I think there is an important unmet medical need here with these youngest kids. They don't have any other vaccine, they don't have any other treatments. 莫德纳表示，这个疫苗对6个月以上到2岁以下囡仔感染 Omicron 防护力是51%，对2岁到5岁囡仔防护力是37%。Typically used to see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of 90-95%. So this is lower, but it's becaus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really during a period of almost exclusive Omicron predominance that has a lot of vaccine escape. 40 to 50% vaccine effectiveness is really what we see in adults. 莫德纳向 FDA 申请，若批准通过，会加做5岁以下囡仔应注的第一种疫苗。莫德纳并不是保护囡仔疫苗唯一的选择。另外，一间药厂辉瑞几个月之前发现研发的囡仔疫苗注2剂防护力无够，不过按算在最近要针对注3剂甚至较细剂量的疫苗是不是有效，发布新的报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国内昨本土病例已经超过1万例，新北市超过4000例，增加28个中重症的患者，有2个人死亡。目前预估5月初5，咱国内确诊人数可能会有26000个人。另外，沙加市的隔离政策，本地关怀物资，大人是发5支的公费快筛试剂，即马只发3支；国小到高中的囡仔是发2支。
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滚加2倍，增加17353例，各创5日新高。疫情在全台22县市，新北市冲破4000例，台北市2000例是第2，桃园也1000多例。另外也增加28例中重症患者，其中有2例因为重症死亡，2人拢无做过新冠疫苗。这2例死亡的个案都是60或70岁的男性或女性那都没有接种过疫苗。另外，考虑3家市居家新制甲快筛实名制已经上路，为保全防疫量能，指挥中心也为即马开始调整居家期间的公费快筛试剂发放数量，为原本5支改做3支，佮强调4天自主防疫期间，若无必要唔通出门，快筛阴性才能出门。学生4天自主防疫结束了后，快筛阴性才能去读册。大学以上学生发3支，小学甲高中生发2支。国小的话，那大概有几个方式。如果在课中发生需要的这样的情况，就由学校这边统一来发送。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在课后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是需要家长来领取。针对台北市长官提出快筛阳性甲确诊是同款的做法，但市长表示，平均每100人快筛阳性，有10人是假阳性，以台湾系统来讲，并不适合。要增加10个。不是确诊的病人当作病人来医疗，那不需要匡列的人要有大概3、4个人来匡列。那这2个成本，我们认为在目前在这样的策略之下，我们现在还不宜使用。另外，为简化确诊通报，加开居家单流程，确诊者自主汇报系统，按算5月初一上线。但市长表示，要让代志愈简单愈紧，应确实保障大家权益，也减轻卫生人员负担。另外，基层医疗院所也要投入社区防疫，包含办理轻症患者居家照护、家庭医师催促疫苗、到厝医疗、加耳鼻喉科医师、社区采检这事项。记者综合报道。早是快筛实名制头1天结果一透早系统就故障，耶稣嘛呼吁民众真正有需要才去买就好。快筛试剂实名制头天还未开始卖，邮局外口的民众就摆甲热长。我7点就来啊，今头1天啊，先来准备去啊。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学校有学生确诊嘛，虽然他做了 PCR， 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担心，所以想说买了先让小朋友用。有药师计算，一组枸杞500块，逐间药局一天干那配到78组，全国有咧卖药局卫生所算起来4900多间，全部的量差不多40万人份，以全台湾2300人来算，干那1.6%的人会当摕到，所以药师嘛呼吁民众有急用才先买。不过也是因为人收济，发生健保卡登录系统出现大塞车的突发状况。那刚刚8点40左右，像已经因为可能使用的药局家数是比较多的，所以系统面是有点是延宕的状况。是哦。我们电话办补卡不能在其他站是做购买喽。好，谢谢。因为全台同步开卖，健保署的系统速度慢，药师只好先甲快筛试剂发给民众，事后补过卡，还是发号码牌啊，搁请民众来领。面对系统不良，健保署嘛表示，因为原本的病院医所上传影像的检测造成系统量能无够，伫赶紧处理后嘛恢复正常。指挥中心下晡嘛表示，2倍高算有41万多份的快筛试剂，到计算进前卖出24万多份，嘛呼吁民众试剂是循环式的，按顺序来买，免着急。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这回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天气真好，各地拢真热热，南部温度会到36度以上哦。也毋过暗头开始，东北风增强，水汽嘛会增加。咱来看温度，今仔只有东部的小可落雨，西部的山区过昼会有雷公雨。南部温度是真悬，天气真热热，一寡所在会到36度以上。要暗仔就要注意有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风增强，水汽增加。花莲佮台东哦，嘛会开始落雨，嘛爱特别注意雄落大雨甲弹雷公。另外暗时哦，北部温度只有20度左右，还凉冷哦。明仔载5、1连假开始，天气是拢无介好，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东北部嘛较凉冷，嘛落雨。礼拜的透早，北部温度只有17度。后礼拜1到拜4哦，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全台湾嘛拢会落雨。再来看五倍券4月30就要到期咯，新北市的加倍券嘛是月底到期，也毋过有一成民众还未使用。同款嘛是4月底到期的国民旅游券哦，因为疫情的影响，使用率是无到7成。
另外，通知讲会当用到6月底，体育署嘛搁再宣布讲要延长2个月，8月底才到期。维修收费是500块，可以用5倍券吗？可以的。赶伫即几天摕5倍券消费，抢伫月底前甲开完，你5倍券敢用完了哩？为着振兴国内经济，中央去年开始发放纸本加数位5倍券，即马使用期限敢若到4月30。另外，同款剩几工仔，也有新北的加倍券。市府也联合商家，针对还没有使用的民众推出晚鸟优惠方案，手上还持有加倍券的民众，快点把握最后3天。鼓励民众把握最后的机会使用，因为新北加倍券同款敢若到4月30，目前也有超过1成也未使用。新北市政府赶紧推广，联合业者用万来的优惠。另看国旅券原来受到疫情的冲击，使用率剩6成8。确诊的人数增加的状况之下，影响的层面更大。饭店、观光产业目前的住宿率都在这一段时间，在5月底之前，我相信大家只有住房率的1成左右。宜兰的观光工厂敢若一寡散客，本来疫情发生了后，陆续规定退团。国旅券4月底到期，目前也有77万份无互人使用，连做到尾也是无用完。观光局预定有7亿外会用来补助旅行业的团体旅游。另东主管方面使用较无5成，原本到6月底，体育署也宣布延长2个月到今年8月底。另5月底前用完，也会当加200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长公布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有3.06%，比2月份预测增加0.09%哦。主要是因为出口比预期较好，也毋过受到通货膨胀佮疫情的影响，预估今年的 GDP 应该只有4.02%左右。咱再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拜登要伫5月20到24访问南韩甲日本哦，这是拜登总统就任以来头一届来亚洲访问。美国白宫是表示，拜登这次的访问哦，是来展示美国政府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佮日本、韩国这友邦有坚定的承诺。再来看《旺报》哦。中国杭州市第2摆开始大规模来帮民众做 PCR，48点钟就爱做一届哦。无做 PCR 的民众就袂当去公共场所，嘛袂当坐公共交通工具。外界是认为，这应该是提前为9月份的杭州亚运来做防疫的准备。再来看家人昨增加504例，有一个查某人伫2确诊，23开始发烧，佮烧甲真悬哦，送病院治疗，退烧了后，病院就请伊转去厝里来观察，也无想到讲哦，离世摔死伫厝里，互家属是真不满哦。家人市卫生局是强调讲，对病人发病到死亡的过程，伊一定拢有尽全力来协助咯。家人有一个确诊的查某人，2届去互医生看，病院拢无叫伊爱住院。未受竟然死伫厝里，这个负责人的亲戚朋友批评讲，无效的政策比食钱时更较恐怖。针对这点，家人市卫生局指出，这个负责人20身体无爽快，2伊是伫诊所做快筛阳性，去病院做 PCR 的采检，病院评估伊的生命现象算稳定，所以请伊转去厝里搁观察。2伊阳性确诊，发烧甲真严重，身体嘛无爽快，叫救护车送病院治疗了后，病院评估伊心跳的情形有改善，搁请伊转去厝里观察。毋过2时就死伫厝内啊！我真的相当觉得气愤，真的好像在草菅人命一样。我觉得这个医院方面有错，那个卫生局的错更大。我们在行政的程序上，我们也尽量的予以协助啊。那对于这件憾事，我们当然也是感到非常的遗憾。针对这件遗憾的代志，卫生局长吴德成强调讲，处理的过程已经有尽力协助，嘛针对患者确诊死亡表达遗憾。也若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也未立即去按号。般的一些死因，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判，我们现在正在收集资料研判中。至于未来有其他的病症，其他的病人、其他的病患，那这就是医生就专业提供一个最好的建议。家人2倍，搁增加504例确诊的个案，市府加强消毒，嘛宣布上新的政策，除了录视频的影片，提供各间学校参考，嘛会针对家人市公私立的各中甲各校啊，实施结合实体甲远距离的课程。5月初2会先做教学的演练，学生上课免去学校，为5月初3开始，老师伫学校做直播，学生会当选择伫厝里远距离上课，或者是到学校实体上课。你在家里面上课，
的感觉会像你到教室里面一样，你一样可以看得到老师在黑板上面这个写黑板，然后老师在黑板上面教学，那你也看得到同学的一个反应。根据嘉南市府的统计，目前包括5间国校啊，也有7间幼稚园，拢总有12间学校停课。也若预防性停课的有1间国校啊，也有2间幼稚园，加上部分班级停课的学校，拢总有73间，累计有184个班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2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增加11517例，目前是88446例。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的资料是超过100万例咯，日本嘛超过782万例，伫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嘛超过3000万例。另外伫欧洲迄边哦，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2800万例。再来看丹麦第2次宣布讲要停止大规模注疫苗的计划咯。伫同一时间哦，后面的公共健康机构一份报告嘛指出讲，后面总人口哦有60%到80%的人拢已经握着武汉肺炎的病毒。现阶段唔免搁做大规模的病例研究甲报告咯，重点会当肯定甲囡仔注疫苗，佮有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后面的健康事务专员凯瑞亚基德斯27日布鲁塞尔的记者会指出，目前 COVID-19 的官方统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后面境内总人口的30%，不过呢是甲无统计到的人数加入，总感染人数可能达到3亿5千万人，占欧洲人口的77%。欧盟指出，因为病毒会继续变化，新的病例可能会激增，所以各国应该制定重新进入紧急模式的计划，并应该加强疫苗注射，特别是儿童注射方面。欧洲疫苗注射上少岁5至9岁儿童注射率仅15%，甲15至17岁7成注射率比起来差真济。布鲁塞尔呼吁各国政府应该要伫秋天新学年开始前，继续加强无注射疫苗的人的注射率。When it comes to vaccination, we need to push forward with our efforts with the booster campaigns. Boosters are currently plateauing at about 64%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and we still have 90 million European citizens who are unvaccinated. 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2日公布的会员样本统计数据显示，每5个美国人当中，就有3人感染了后有抗体，其中以儿童的比例占上悬，显示 Omicron 伫冬季迄届增强的感染力。CDC 官员指出，这份研究并无考虑感染了后的抗体是毋是会当互咱人再一次免受到感染，还是重病。不过因相信疫苗注射、加强射，也甲感染了后的抗体这3方面结合起来的保护力，才是对抗病毒的总战斗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的东部，伫马里坡的钢铁厂，因为受到罗西亚军队包围，密伫内底的人拢无物件通食，内面上无有600个受伤的阿兵哥。乌克兰军人的家属嘛上街头抗议，要求爱开一条人道走廊，互因逃生。罗西亚总统普廷嘛又个警告西方的国家，讲因若插手这场战争，罗西亚一定会反制。外界是认为罗西亚嘛有可能会使用核子武器。面满红色的邮差穿白衫，戴满红色掌印，代表受伤，孤单无人援助。军人的某行上基辅街头，话讲赶紧救马里坡，因为俄军一直讲乌克兰东部带来严重伤亡。卫星画面也显示，马里坡附近出现规大片的瘼啊。到即马，就伫亚速钢铁厂的军团发救影片，望开人道走廊，协助伤兵撤离。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27迄天，乌军拍退俄军伫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发动6架的攻击，高毁掉俄军的战车、装甲车甲防空装置。虽然乌军的武器甲装备有限，前线的官兵也是有信心会当抵抗攻势。Ми люди, у нас техніка набагато
美国宣布加200台 M113装甲运兵车，目前当地印第安纳进行检查维修甲试车，确保使用正常，就会运去乌克兰。8月组织也伫斯洛伐克的空军基地部署爱国者地对空飞弹，由德军也甲荷兰军队负责，加强北约当兵的防御能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真侪国家甲正月27定做犹太大屠杀的纪念日，也毋过按照以色列犹太立法，今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是4月27。因为目前乌克兰受到战争的吞踏，所以真侪人卖摕二战期间犹太的大屠杀来比较哦。也毋过以色列总理是真无认同。耶路撒冷当地时间2日，德国社民党出身的国会议长巴斯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国会议长李维斗阵点到辣椒，对二战期间互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表达哀悼。Unserer historischen Schuld erwächst eine Verpflichtung. Wir müssen entschieden gegen jede Form des Antisemitismus. 政治讲也就是27暗时是纪念活动的重点。按照惯例，由总理班奈特负责主持，大卡节目调邀政党领袖甲国会议员这来宾。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国际之间也出现将这战争比如做大屠杀的讲法，班奈特是真无赞成。השואה היא אירוע חסר תקדים בהיסטוריה האנושית. אני טורח לומר את זה כי ככל שהשנים נוקפות, יש יותר שיח בעולם שמשווה אירועים קשים אחרים לשואה. אבל לא, גם המלחמות הקשות ביותר בימינו אינן השואה ולא דומות לשואה. יושב ראש מועצת יד ושם, הרב ישראל מאיר לאו. 公司新闻4家人朋友。印度今年3月份的平均温度就已经有33度了，4月份恐惊会有46度。最近伫首都新德里北部，有一个大型的粪扫场，家己烧起来，佮烧几啊天，目前是佮还未拍花。大火一直为烧甲臭大的粪扫堆内底冲出来，消防人员透暝拍火，犹原无法度控制。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一个大型粪扫场，为日开始因为高温引起火灾，烧真侪天，佮无法度完全拍花。तो इसलिए रुका ही नहीं जा पा रहा था। जब फायर वालों की 12-13 गाड़ी इकट्ठी आई हैं, उन्होंने नीचे से कंट्रोल हुआ उनसे, ऊपर से आज तक नहीं हुआ, आज 4 दिन हो लिए। 这个粪扫场悬超过17层楼，占地超过50个脚球场。原本计划10多年前就要关闭，即马煞逐工犹原接受2300外栋为倒起来的粪扫，因为粪扫无分类，大量的有机物质乱去了后，组织真侪的甲烷气体，才引起大火。 10-15 मिनट लग ही जाता है आग अपने आप। ऐसा लगता है देखो बगल में जुग्गी थे, 20 जुग्गी थे, 20 जुग्गी जल गए। मान लो इतना गंदगी है इसके ऊपर कि आदमी के पानी तो छोड़ दो, पानी तो इतना कचरा आता है मत पूछो। ऊपर से आदमी को बाल उल भी सब उड़ते हैं, इतना कचरा पानी पीने लायक नहीं है पानी। 跨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开始，印度的小印提早报道，一度出现40.1度的高温，是过去122冬来上热的3月。而今年4月了后，平均温度有38度，部分城市伫26的气温阁超过43度。专家预估到28暗头为止，上热会超过46度。为2010年开始，印度每一冬的高温小印已经夺走6500条人命，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冲击，未来温度恐惊会继续创下新悬，嘛会阁较定发生，严重威胁到其他人甲老大人的健康。国际新闻电视台朋友。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要阁援助乌克兰1条左右的台票。拜登强调讲，若是乌克兰拍输罗西亚，各国付出的代价会愈大。再来看丹麦武汉肺炎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达到90%，所以嘛宣布讲要来停止注疫苗的计划，嘛假设是全球头一个停止注疫苗的国家。再来看外国媒体风声讲，美国并无考虑讲要甲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绝对袂排除台湾。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高速公路局前南区永和工程局一个姓赖的分局长收723万的乌钱。中华地检署是以贪污罪嫌起诉17个人。欢迎新闻了后，姓赖的前分局长，搁一个姓黄的因造商，分别是以60万甲100万交保。
检调人员超出几条大头钱，算算到300多万，这拢是为高速公路局从南区永和工程局4路分局长的宿舍超出来，看已经无法度辩解4路前分局长的承认，这拢是营造商交付的乌西钱。中华检调查出4路前分局长伫咧担任中区分局甲南区分局期间，利用职务的方便，拢总收乌西钱8届，金额拢总723万。涉嫌分别利用其担任高工局的段长、科长、副处长以及副局长跟南分局长期间，接受厂商代表黄某分次交付的贿赂。4路前分局长真侪届参加各岛重大工程，亲像清水服务区路顶智能控制系统，也甲后里交流道上北入口改善工程者经验真丰富，也甲营造商关系密切。中华检方表示，4路前分局长甲姓黄的朋友熟识，伫2014至2020年帮助所开的2间营造商围标，若是有突发也是验收的困难，佫会出面斗相共协调解决。所以营造商会当利用验收免受罚，也是扣缴保证金，甚至佫甲15间厂商围标。主管的高速公路局表示，会加强内部检讨机制。采购法的这个制度实行的时候，再加强一些查核的机制啦，让这些事情能够更公开化、跟透明化，来防止这个事情再发生。中华检方以贪污罪嫌起诉15个厂商，拢总17人。4路前分局长甲姓黄的营造商姓阿核准，法院说明了后，分别裁定60万甲100万交保，限制大个所在，限制出境出海。若是牵涉到的工程，大部分拢是山坪、护栏等30个项目，对行车安全未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于华视新闻出彩，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将邀请 NCC 的主委陈耀雄做专案报告。国民党立委是要求陈耀雄落台，剔除华视的牌照。陈耀雄是表示会依法来处理。华视昨嘛开临时董事会，通过董事长陈旭秀的辞职案，选出陈志良教授接任华视的董事长哦。也毋过有4位公司的董事联合声明来质疑听书有问题。南亚立委抗议为 NCC 主委陈耀雄，骂 NCC 无公信力，因为华视新闻连续出问题，佮质疑华视技术为农委会做网军操作，要求陈耀雄落台，华视严查撤照。你独立机关的，如果你还敢讲你是独立机关？华视有，你看你们有错误，我们就处理。华视正是因为是高广集团的老板是文化部业务主管机关。中期70分钟的抗议，陈耀雄才上台专案报告。不过南亚集会结束的时阵，就追问华视内控出问题，是不是要比较中天电视案处理呢？内控失灵，是不是符合测照的标准？包委员，中天是不予换照，我们从来没有去测照过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频道要不要予以换照，这个都是一个累进的过程，就是说它过程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违规或重大违规或是其他。华视即被开临时董事会会长决议，当期华视董事长陈旭秀请辞案，各由董事陈志良接任董事长。所以文化部并没有介入临时董事会什么时候开始开会，或者是介入谁要当董事长，谁要当总经理。你们尊重临时董事会的临时董事的决定，基本上对他人事权跟节目编组的部分会是尊重他们。好。华视引起的争议，除了检方调向在方法侦办以外，南会也申请主动调查。陈耀雄表示，专案一定会秉公依法处理，做成调查报告了后，交由专家学者、公民团体等共同组成的咨询会议讨论，提供建议了后 ，NCC 各作出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将增加2400外的本土病例，议会嘛传出议员确诊。另外，台北市拍算5月初5到20这段时间，帮国小学生来注疫苗。学生注射了后，会当请3天到5天的疫苗假。台北市的国中佮有高中后礼拜会当登去学校上课。也毋过，市政府嘛是鼓励学校上好是线顶上课。台北市议会外口停真侪采检车，真侪人等PCR采检，因为市议会已经有真侪议员助理确诊，市府派出采检车到市议会为议员助理、行政人员、记者等600多人采检。针对台北市自备增加2414例本土确诊，市长郭文泰承认，采检站阳性率11.7%，800基头是重灾区。台湾是一日生活圈啊，特别是有高铁存在以后。
更是一日生活圈。所以我预计的在北基桃这种首都生活圈的疫情慢慢会向中南部扩散。针对各小学生要做疫苗，台北市各校初步调查，差不多46.7%家长有意愿互囡仔做，最后意愿按以家长同意书为主。按算为5月初5到20做疫苗，全市165间学校已经甲病院配合，囡仔做了后用申請3到5天疫苗假。调查学校的校外教学毕业旅行录影等，已完成翻到5月15。台北市各高中下礼拜应恢复实体上课，不过市会态度依然鼓励远距教学演练。另外，国表示开在这依然原则举办大型活动，虽然配合中央取消总量管制、食边制等，不过因为强化防疫措施，禁止食物件全程挂嘴安。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增加4500外例，是全国人数上多。目前有超过2万人的居家隔离，居家照护的人数嘛超过1万人。医疗的负担伫要紧绷咯，按算嘛要互基层的诊所来加力，用时时来到3共看病人哦。新北市政府嘛搁再向中央来发声，望讲会当赶紧互新北市来举办居家隔离的转型计划。本土病例一直咧增加，新北市确诊人数持续占全国上侪，2新增加4552例，居家隔离列管的人数是24208人，累计居家照护的人数超过1万人，居家照护的人数直头增加，加上居家隔离的人数超过1万人，新北市是真恶负担。校友谊搁一届甲中央发声，希望互新北市举办居家隔离转型。新北市在浪头上，新北市的示范也敬请中央在审酌新北市的疫情，给予先行示范。即嘛为着确保医疗量能会当正常来运作，新北市嘛启动居家照护计划第3阶段，除了进前的10间核心病院，嘛扩大加入基层的诊所，协助用视讯甲病人看病，搁用赖等等的通讯软体来开药啊，提供更较多元的服务。新北市医师公会呼吁更较侪诊所会当加入。这么大一个量能，当然基层诊所一定要跳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承担这样一个社区医疗的责任。因为确诊人数直头增加，无法度搁用电话来做疫调。新北市2嘛启动自动疫调的系统，卫生局发出3800条的简讯，目前已经有2000个确诊者做通报。校友2早起嘛去社区的药房了解居家照护分药的流程，还佫有快筛徛名册的情形。不过发现一时啊名额都已经满啊，希望中央发的数量会当愈来愈多。计效嘛应该较俗咧。快筛试剂本来就要降价，因为只要量大。若新北市快筛试剂量敢有够，校友谊表示，新北市家己嘛有买140万剂的快筛试剂，嘛会持续甲中央来做申请，量能是无问题。不过也是希望计效会当更较佳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年巴西的听众奥运，咱国的代表团已经出发了。咱来看登记选手，世界听众女子100公尺跨栏纪录的保持人可乐，今年是头一届参加听众奥运。顶一届听众标称银牌柯安怡，甲3000公尺障碍金牌的朱俊德，成绩拢正达到期待。2019年全中分可乐第100公尺跨栏走出13秒52，打破世界听众纪录，了后一直打破家己纪录，推悬到13秒19。伊为国中到真济摆伫国内短跑竞赛摕金牌，即摆第一摆参加听众奥运，希望因发挥好表现来回报一直支持伊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比赛，因为它是4年1次的比赛。那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感谢，也很幸运，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才能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顶一届听奥标枪比赛，柯安怡一拼突破听奥纪录，考笑最后被逆转摕金牌。即摆伊表示已经调整好心情，要享受比赛。这次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有看书，然后就是经历很多比赛，然后心态会比较成熟一点。顶一届摕到金牌，还有3000公尺障碍赛朱俊特。障碍赛甲一般中长距离无同的是，不只爱竞速，还佫通过7个水池甲28个障碍台。因为真爱照对手走的感觉，顶一届听奥完全是靠毅力走完全程。今年拄为国体大毕业，等高雄了后，特别找政府高中校队斗阵练习，因为这是最后一摆参加听奥3000公尺障碍赛甲5000公尺赛跑，想要全力冲出好成绩。
今天最后一个牌，要做调整，想办法调整下到最好的这条变化之后，我想下一年我的计划是在变马拉松。这摆听众好分，电竞队有8个选手，除了队外3位选手，也有底跑的王世辉、苏碧光、杨祖琪。跳高甲跳远的陈良虎、简宁琪等选手，拢希望用伫电竞项目为台湾摕到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南区有一个所在叫做四群室，嘛叫南群省哦。毋但保留古地名，这个所在嘛个真有古早味。最近社区就利用一寡废弃物来布置巷仔，互地方是变甲真有特色哦。咱做伙来看卖。台南市南区的四群省有较早渔村的特色，当地除了有渔村特色甲红树林以外，当地社区的民众也非常重视环保，因着用一寡废弃物做设计，来甲这有古味的巷仔装它，增加另外一种气味。甚至有甲现代材料泰路重新再利用做一条椅仔，互民众行到脚酸会当坐来休困。这个大部分都是小朋友自己所创造。那像坏掉的安全帽，那再把它重新做成壁灯，有些会用做水瓢。那有些会用蛋糕盒子，平常不用的一些材料哈，然后再把它把它重新创作，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那有社区营造也和当地老庙四群省灵山寺信仰结合，灵山寺防晒清水组署是当地信仰中心，常常举办宗教活动。伫街头巷尾当中，会当听到祖师公的传奇故事，也有热烈活动。社区营造成果，要让一个社区变较有特色，让环境增加文化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有一个真爱做饼嘛，真爱跳舞的少年囡仔，叫做林玉胜。伊本地是伫北部翕电影，后来转去故乡屏东来推广街头艺术。即马嘛伫胜利新村有开店哦，定期拢会有创作的展览，卖办活动，咱做伙来看卖。来到屏东的胜利新村，会当看到这间厝有白色的壁，黑厝遐真有日本的气味。甲家入看有规拄的红仔甲蠓仔。饮料的吧台是工业风格，店里气氛甲规个园区是真无同。原来这是推广街头文化基地。我们这边主要在推广对街头艺术或者是其他方面，其实这边都还有其他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都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介意喷漆艺术、跳街舞的屏东少年仔林玉胜，较早伫北部做电影的工课，伊发现有袂少电影的人才拢是为屏东来的。而且即马科技介利便，无一定爱留伫北部，所以就转到故乡屏东开工作室，佮争取到一块合法的喷漆艺术区。从青创聚落开始，然后就大概知道说，屏东有想要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其实，在外面闯荡，都还是没有在家里来的舒服，就是回到一个家乡的土地的感觉。林玉胜讲，伊自细汉就真喜意看蠓仔的分镜、场景甲结构是伊伫电影领域的启蒙。伊认为，不管是喷漆还是跳街舞，拢会当学到无同的创作技巧。林玉胜也希望伫胜利新村这个景点，甲街头文化推广出去，找出更较侪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地有一个真特别的音乐活动，叫做科度音乐节哦，弄一寡科技新贵的组团来表演。第几代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咱大拢认为真必须的科技人才，无共款的一面。鼓手、贝斯甲主唱，规乐团是真拍拼伫练习。这是全球第4大无证音响半导体公司，这员工是真幸福。会当照因的时间甲兴趣来成立社团，其中内底的音社拄好成立10周年，为着招募更较侪新团员，每一年拢会举办2届的快闪活动，培育他们对音乐的敏感度，他们对表演的这些经验，会让整个社团发展得更好，然后让这个音乐能够在不管是公司还是在科技业，能够一直在传承下去。2014年，由几个对音乐真有热情工程师发起的科度音乐节，为原本敢若3-4间公司来参加，到今年有超过20个乐团共同来参与，互介意音乐的科技人有一个完成梦想的舞台。假如今天没有科度音乐节，你花的时间练，花的时间玩，你可能表演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才会激发他们去组团。为第一届就开始参加音乐节 Handover， 团长 Rock 是写程式的工程师。伊讲，虽然逐工都是面对电脑咧做工课，不过创作音乐是上介大兴趣。我的创作就是有英文嘛，有中文嘛，再来就是母语台语。不过这种台语歌，毋是咱咧想讲听的迄种古式的台语歌，应该是较摇滚的台语歌。体这个字绝对毋是科技人的代名词。虽然因伫高压的环境内底做工课，不过利用做伙练团，实现已经5梦真久的音乐魂。时间毋是完成梦想的借口，因的热情嘛鼓励大家勇敢追求家己的青春梦。记者罗敏珠、连胜维新竹报道。来看大法官伫2019年要求一寡轮班轮休制度违背宪法健康权的技术公务机关，爱伫3档内底改善哦。也毋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昨是到来进步抗议，因认为讲虽然草案已经一拖通过，也毋过哦，佫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要求政府着爱佫继续甲基层沟通。职责补偿，合理工时。大马加班时数换家长的公文，消防人员提供拒甲拍破，表达不满。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目前警消人员加班费上限是17000，但是基层消防人员加班时数会使达到180点钟，部分加班根本无得到实质补偿。现在台湾的消防员正在工作300到400多个小时，加上现在的疫情状况底下，更会让我们的工时更加延长。因为4至785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目前是没有工时的框架保障，我们的加班补偿也是不对等的。促进会要求行政院表态，加班时数袂当换成家长，而且废除加班费的上限。嘛讲基层消防人员每个月工时达到360点钟，要求中央提出消防员伫合理工时之下需要的人力甲预算。但是行政院甲消防署代表是无做出明确回应，所以连研议的时间都无法告诉我们，相关的规划都不行。要看最后里面我们高层跟立法院里面整个协商的一个共识，才有办法去做出，确实可以做得到，我们才能对外做承诺。绝对不可能说现在的工时再往上增加，我们一定会往下去调整。3月底公务员服务法甲公务员保障法修正草案已经一读，过1个月就会进行党团协商。消防署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工时试办计划，5月份第1阶段就会结束，估计伫迄时就会有初步结果，嘛会甲现场诉求早登去建议。记者郭军长随台北报道。新竹县是全台湾竹仔产量上侪所在哦，有电商平台甲环保产具的业者，佮有工研院合作，要伫新竹县来成立竹仔纤维的环保产销链，要来打造台湾制造的绿色产品。竹仔生长快速，电缆啊除了会当吸收碳量，而且平均4档，会使生产出环保材料。以竹仔做原料，除了叶仔会当制造清洁用的产品，得去做环保餐具、塑钢，会使讲规支竹仔100%拢用得到。比如说做成生物炭，啊，生物炭就可以到变成说农场那个土壤的改质，或者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那种进一步我们再把它转化到所谓的保鲜材料，啊，食品的保鲜材料，比如说香蕉，啊那些的保鲜，其实那些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全循环的一个材料。以竹仔所做出来的产品，待在土内底，平均150天，会使完成自然分解，减少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2050年零碳的这个目标，这也是一个国际的目标。竹子是一个100%的循环经济的一个材料。那竹子3年就可以采收，采收完以后，它会马上再生长出新的。所以这些的材料应用面的话，把它落实成真正的产业。做成产品的话，这是我们这一次做新竹金新的产业聚落的一个目的。现场佮展出用竹仔制作的环保椅仔，唔拿轻佮好收，也方便炸出门。工研院表示，透过这个合作计划，希望台湾竹仔的环保制成产品更加进步。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嘉义市福国幼儿园的边后一间旧的宿舍，最近重新整理，让囡仔有愈较侪活动的空间哦。老师嘛陪伴这囡仔用这间老厝做主题来创作故事册。囡仔的想法是真有意思，咱做伙来看卖。醒了，老房子小精灵正想开口问。囡仔念出绘本内底的故事，这本用老厝做主题的儿童绘本，是嘉义市福国幼儿园的师生伫参与旧园长宿舍整修了后，共同创作的故事。对，我们这届在讨论木头老房子，所以你就做好这个木头老房子。透过这个踏查这个课程，认识了更多。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在地的这个文化特色的课程往下扎根，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这间1957年的旧宿舍是第一间园长住的所在，因为长久无咧使用，爬荒真久啊。学校受到市政府的支持，配合社区甲家长的利用整修，囡仔嘛伫参与的过程当中，认捌在地老建筑。修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们除了不停的观看之外，那也参与了周边的相关的墙面的油漆，也让孩子们对于他们平常在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老房子有新的一个印象跟期待。老房屋要找也不容易，那你要保存的好的也更不容易。所以借由这次机会，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说，以前我们的长辈居住的环境到底是如何。幼儿园表示，以前的眷村已经搬走，真侪迄个时代的老厝嘛拢已经拆掉。即马整修这间老厝，幼儿园的囡仔毋但有新的合适空间，嘛替这个社区搁找倒来过去的记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超过2个月咯，团讲伫东非的伊索比亚，这几天有真侪少年的查甫人拢想要报名参加战争。因讲伫故乡的日子是愈来愈歹过，不如到外地去趁钱。俄罗斯驻伊索比亚大使馆外口最近逐工透早有袂少少年查甫人摕做过兵的相关物件，准备报名到乌克兰去作战。አሁን ከኢትዮጵያ የርኩ ራሽያን ለማገዝ ለመተባበር ጎን ቆሜ ለማገዝ ነው የርኩት ያለው ማለት ነው። አሁንም ወደፊትም ከራሽያ ጋር ሆኜ ለመዋጋት ፈቃደኛ ነን ማለት ነው。30岁咧头2018年退伍，即马伫街路摆打卖衫甲手机啊。伊讲伊索比亚日子愈来愈艰苦，因为这2年爆发内战，真济所在拢真歹过。年通货膨胀率有30%左右。看到社会媒体上有人讲，加上俄军已经摕到2000美金，而且伫乌克兰战争结束了后，有机会伫俄罗斯工作，真济人都走来定居。እዛ ሲሄድ እኔ የተለያየ እድል ይገጥመኛል ብዬ ነው የማስበው። አክቹዋሊ ግን እኔ ሶቪየት ላይ የሚሄድ እኔ ከሞት የመነሳት ያህል ማለት ይችላል。不过俄罗斯大使馆真低调，对外表示并无招募士兵的规划，摆列的人只是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伊索比亚自苏联时期就对俄国关系真好。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并无伫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俄罗斯。当局当时澄清，俄国征兵是谣言。不过，这么多人来摆来显示，伊索比亚百姓对于这摆经济危机确实感觉不满甲绝望。公司新闻将回应分析。乌克兰原本是全世界开花油出口量上济国家哦，因为发生战争，即摆产量是减少真济，目前拢欠货。其他的食物油嘛，因为疫情欠工，所以即摆真济国家餐厅业者拢无法度做生意哦，是真伤脑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这间餐厅最近生意真歹做，因为因用来料理海鲜的天葵籽油是愈来愈贵。Çok dayandık. Hani bekleyelim dedik. Belki piyasa düzelir, belki sabitlenir. Baktık düzelmiyor. Biz de zam yaptık. Yani ancak öyle yani o eksiği oradan çıkarabiliriz. 业者指出，当地食用油价上为自从19年到即马已经起入4倍，真是挡袂牢。第1年最近食物油价上也是一直欠悬，不过小食业者唔敢起价，惊一起价人客就走了了。Ya sedih lah, kita dagang udah susah tambah susah kan, masih ada corona, sedih lah. Tapi ya kita usaha cari ya dapat, walaupun mahal kita beli.
上游变贵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产地股因为疫情欠工，或者是拄到天灾欠收，国际石油欠缺，即嘛加上乌克兰战争，情形佫较害。因为俄乌两国拢是全球主要天然气油生产国，战争已经互产量减少，或者是限制出口。Prices are up a great deal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On the order of 40% in some cases in some vegetable oils, and in the case of sunflower oil, you can't even get it, even if you want it. 因为烦恼欠油，部分国家都引起惊吓性的逼油，包含土耳其、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等国已经推出限买或者是配给的手段。藏土油大国印尼是伫顶礼拜临时宣布20日开始禁止出口，减缓国内欠油状况。不过，安尼做恐惊进一步推悬国际藏土油的价销。不过，专家指出，等到今年秋天八宝油收成翻倍，黄豆甲其他作物的时阵，价销可能会回稳。不过，前提是唔通发生天灾破坏收成，若无全球通货膨胀甲粮食欠缺会继续恶化。公司新闻徐婉玲评析。来看美国有一对兄弟仔挑战人类飞行史上头一届伫空中要降落飞机哦，因先关掉飞机的原因，人跳出飞行机，要搁再扔入去对方的飞行机哦。结果只有一个人成功，另外一个人失败，也毋过跳伞降落，最后嘛是平安。Coming down. Brake coming down. And 3, 2, 1. 空中滑飞机的电影情景，礼拜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真实上演。陆克甲安迪这对表兄弟分别驾驶小飞机飞4000公尺悬，煞来东部关掉严引。当飞机开始落来时阵，两个人跳出机舱，陆克成功爬起了对方的飞机，软入驾驶舱，开飞机平安降落。安迪就无遮尔幸运，伊错过进飞机的时间。这个时阵，安全机制启动，飞机甲人拍开降落伞。飞機雖然到尾落落土骹毀損，不過上界重要就是飛行員攏無要緊。Andy's fine. Yeah, he said he's like I could hear him talking to me in free fall. 這是咱人歷史上頭一屆挑戰空中滑飛機飛行，雖然剛成功一半，不過會當證明這個任務唔是無可能。We're pushing boundaries out here, and what's great is I jumped from one, I got in the other one, we landed, I landed safely. Everything should have been good to go. For some reason, it wasn't that wa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both here, we're both good to go, everybody's safe and sound, and I guess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不過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AA 證實，事先並無核准這項飛行，已經對這個事件展開調查。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今仔天氣袂歹哦，各地拢真熱熱，也毋过暗头仔开始，东北风增强，水汽会增加。明仔载5日连假开始，天气是都无介好咯。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东北部会较凉冷，卖落雨。礼拜透早，北部温度只有17度。咱做伙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區上低25度，上懸33度；中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1度。華島地區上低20度，上懸3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會。